在台灣拍選戰徛路口，就是候選人增加曝光、加強選民印象的經典文化。所以，這屆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的最後衝刺，立委林俊憲在這位議員小廳23號日透早上班時間，就選在車流量相當龐大的中華路小東路口來爭取唯一支持，嘛強調只有團結的民進黨才能拍贏選戰。很感謝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非常多的市議員，今天在我們永康區、東區、中西區的議員大都全部到齊了。我們展現我們團結的精神。我想，只有團結的民進黨才是國民黨最害怕的，也只有團結的民進黨一定可以打贏明年的2026的市長選舉。初選過程，林俊憲一直主打老人種批紙、疫苗免費、學生午餐、零牛奶免費等社會福利政見，加上日前老縣長陳東山甲台南市長黃偉哲攏表態支持，伊認為這是民調首次超越對手的關鍵。第一個，我不斷地提出很多的社會福利的政策，會提出我未來如何規劃台南市的一個藍圖。我們接到非常多市民非常正面的肯定的反應。另外呢，我也特別感謝幾位前輩尤其像陳南山老縣長以及黃偉哲市長他們公開對我的支持。初選民調進前，在2月27要政見發表會，邀請學者專家甲媒體提問，甲對手陳亭妃公開進行政策的對決。台南新聞郭文吉採訪報道。